好遠好遠嘅地方，有一座好靚好靚嘅城堡，裏面住咗一位好靚好靚嘅公主，佢個名就叫白雪，英文名就叫 Snow White， 身份證號碼係 S777777。好啦，依家我就向大家公布佢嘅三圍，就係 XX，哈哈哈哈！我驚講出嚟會嚇大家一跳，有圖有真相，就等我帶大家去睇一睇白雪公主嘅風采啦。哇！呢隻朱古力真係好鬼死正，抵我琴晚 call 人掃咗幾百包翻嚟，消滅佢哋嘅重任就交俾我啦！哈哈哈哈！冇錯，大家冇眼花，眼前呢位肥婆就係所謂好靚好靚嘅白雪公主啦。由於佢自小生活喺一個有錢嘅家庭，豐衣足食，搞到而家咁珠圓玉潤。但係由於白雪公主到咗18歲，都冇一位王子向國王提親，於是點解會咁？我當年仲係一位絕世大美女，個王子細個嗰時都爭住話娶我做老婆，我依家都只不過係肥咗少少啫。你真係肥咗少少啫。咪係咯，咁大家俾啲意見我啊，我想快啲嫁人啊！喺呢個時候，白雪公主嘅後母就出現咗啦。我可愛嘅乖女啊，媽媽而家有樣嘢益你，呢盒就係我新研發嘅減肥藥，食咗佢，包保呢1個星期之後回復翻以前嘅魔鬼型嘅身材，就好似我咁。見你係自己人先益你咋。媽咪，你對我真係好啊！1個星期之後，白雪公主真係減肥成功啦！但係由於減肥嘅副作用太大，白雪公主就病咗，而且病情好嚴重。白雪公主一直臥病在床，直到有一日，有一位從事水果生意嘅王子經過，見到一位咁靚嘅公主瞓咗喺度，就忍唔住錫咗佢一啖。喺呢個時候，奇蹟就發生咗啦！白雪公主慢慢咁擘大佢嘅雙眼，由見到王子嗰一刻，佢就深深咁愛上咗佢。公主，點解你會搞成咁啊？我係食咗減肥藥先會搞到病咗，因為我肥，所以一直都冇人向我父王提親。點會冇人中意啊，公主？我中意你啊！你願唔願意嫁俾我啊？我係絕對唔會嫌棄你噶。於是白雪公主就應承嫁俾王子啦。同埋王子喺一齊之後，由於王子屋企從事水果生意，所以白雪公主就自己研發咗一套水果減肥嘅方法。呢一日，白雪公主喺森林裏面向小矮人介紹呢套減肥嘅方法。作為一位成功嘅減肥人士，我好榮幸可以喺大家分享我嘅減肥經歷。嗱，首先呢，我向大家介紹下檸檬啦。檸檬裏面含有多種嘅維生素，食咗可以迅速咁樣促進蛋白質嘅消化，對減肥好有用噶。仲有呢個香蕉啦，佢呢就可以幫助我哋排毒嘅。仲有提子啦、蘋果啦、士多啤梨啦，對我哋減肥都好有功效噶。所以大家要用健康嘅方法去減肥，千祈唔好好似我咁樣亂食減肥藥啊！
你睇，我依家幾